大家好，我係蔡師傅。網上面咧有路友問，究竟有咩方法咧可以唔使考工藝測試都可以攞到呢個大工中公職嘅資格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喺呢個建造業議會嘅測試豁免申請嗰度睇啦。首先咧，政府部門啦有兩個啦，咁啊大家睇到啦，就係水牌同埋電牌嘅。咁而電牌咧，咁啊各級電業工程人員咧，咁啊就係包括 A、B、C、H、R 5個級別嘅。但係呢一個申請咧就有啲特別啦，因為水牌咧係1年續一次嘅，而電牌係3年續一次嘅，所以個大工資格咧係有年期限制嘅。即係譬如你係持牌水喉匠的話，咁你大工資格只係得1年，咁你每年續完證之後咧，要再喺建造業議會度申請咧續呢個大工嘅。咁個系統係唔會自動幫你續期嘅。咁而另外一個方法咧，一試多證咧就係適合咧粵港澳大灣區3地嘅老友記嘅。咁啊，呢個方法咧就係最近1-2年推出嘅啫，方便大家之後大灣區咧咁考一個試之後咧就可以喺3地度都係可以符合工作嘅資格嘅。咁目前咧就得2個工種啦，咁啊我睇佢資料咧就稍後咧會再開放多啲工種啦。若果有水喉工，蔡師傅當然會拍片同大家介紹究竟點樣考呢個大灣區嘅一試多證啦。咁最後啦就係法定機構啦，咁其實咧都係2個嘅機構啦，咁一個就係建造業議會，一個就係職業訓練局啦，咁都係培訓咧最多呢啲技術人員啊、技工啊等等嘅。咁而報讀課程的話咧，咁啊個人咧就建議香港建造學院睇課程嘅，因為咧佢大部分嘅課程咧咁啊都係免費學有津貼嘅。若果冇合適嘅課程咧，咁大家再可以睇下職業訓練局有啲咩嘅課程咧係適合到你自己嘅。希望幫到大家攞到牌照啦。今集介紹咁多，拜拜。